我相信拢种人相信这个小世间的很生很有行列嘅生活都係存到嘅時間，但係呢，因為人世間呢就係幾十年講緊，兩種設家都係存到嘅時間，唔啲輪到每年嚟離開呢個世間，因為到兩個嘅經濟講，一比得四，第二節咁樣講到，為了呢存到嘅時間，設家唔好用呢存到嘅時間，就設家等下自私嘅合意嚟行，但係就上帝嘅合意嚟行，但係呢，因為設家等下合意嚟行。咪行到上帝唔合意嘅路線，所以呢呢個經濟交代設家存到嘅時間，設家所有嘅行動，所有設家思想對到上帝合意，因為到咪呢，隆重設家世間呢啲吃你做嘅，你講嘅呢啲行動嘅，設家係負責任，日後喺上帝嘅面前嗱，所以設家人本應將上帝合意呢，真人嚟就嘅福音嚟行，就嘅命令嚟行。cái命令，cái quy矩，熱天家佢但係家係嘅合意嘅路，所以呢，係家係聽嘅路。其實呢，係家即係約翰福音6:40樣講到，呢就係上帝嘅合意，為了每看到耶穌，相信耶穌嘅意思嚟講，相信耶穌得到永久嘅生命，為了乜嘢？日後呢個世界乜嚟講，日超嚟講，佢本設家。復活佢大設家復活得到永久嘅生命，這樣設家就上帝嘅合意嚟行，相信耶穌基督係個救主，日後設家得到最好嘅就係永久嘅生命，唔係定處罰嘅。嗱，兩種嗌禱告得到上帝嘅恩典，要打開心接一嘅福音，而得到嘅最大嘅福氣。阿門。